提交家居財物索償，你可以前往 MSIG 網頁 msig.com.hk 點擊右上角嘅 Easy Claims 按鈕，進入依時網上索償系統主頁，然後選擇財物類別。開始索償之前，請閱讀索償小貼士，當中列出咗申請索償需要準備嘅基本資料或者文件，以及需要準備嘅補充資料。按開始索償就會進入索償表格。首先輸入保單資料，包括保單號碼以及你嘅聯絡資料。輸入後請按下一步，然後輸入索償人詳細資料以及索償資料，選擇遺失或損毀類別。如果你已選擇家居財物或樓宇結構類別，請選擇遺失或損毀性質，然後輸入遺失或損毀日期、損毀物品同埋描述，以及回答所需問題。相同嘅步驟適用於所有損失或損壞類別。跟住輸入你嘅銀行戶口資料，上載你嘅補充文件，例如維修或重置受損或遺失物品嘅報價單或者單據、地址證明、第三者責任索償資料以及其他相關文件。如果你需要時間準備文件，可以按儲存草稿，然後輸入你嘅電郵地址以及設立密碼。我哋會傳送一個連結去你嘅電郵。當你準備所需文件之後，可以隨時隨地按呢個連結輸入你嘅電郵地址以及密碼，返回已儲存嘅索償表格。當你完成填寫所有步驟及上載文件之後，我哋會提供預覽，讓你復檢索償表格。如所有資料正確，按下一步，閱讀所有聲明、條款及細則同埋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以及提交。完成提交，畫面會顯示你嘅參考編號。MSIG 將會盡快與你聯繫，你亦會同時收到確認短信以及電郵。你可以透過確認電郵上嘅連結，或者喺 MSIG 網頁嘅導覽列選擇快速連結，進入查詢索償進度頁面，輸入索償號碼或者參考編號，以及手提電話號碼或者保單持有人姓名進行認證，就可以即時查閱索償進度詳情。如你對提交索償或者使用依時網上索償系統有任何疑問，請致電我哋嘅賠償服務熱線85228940660，我哋十分樂意為你服務。